关于博荣在这段时间的确是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尤其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表现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合约年，相对的这个球迷朋友对他的一个期待跟期望就会比较高。你说他是今年有复活的一个现象呢，还是有把握住最后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个情况呢？我是觉得不尽然啦，我是觉得这本来就是博荣的他本来有的一个实力。那对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应该说跟他在这几年在日本生活可能也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关联那就是可能在对日子的一个文化上会比较熟悉的情况下，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会比较频繁的这个情形，我相信那种内心的一个压力透过这样的一个适应之后，应该会有很好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作用我是比较不喜欢用这个破茧而出来形容他目前的一个状况刚才也有提到过，他这个本是他的一个实力球员不管是有这个机会拿到比方说在旅美也好旅日也好你本身除了这个心态上归零之外你一定要保持这种精神，就是张朗的精神到任何的一个环境都能够一个适应当然这样的话在心态上可能就会很快就有比较好的一个应该说是调试你不能说或许在刚刚来到日本的时候，他有可能一些心理态上的压力，可能是背负着连续2年有4成这样的一个打击加入到职棒之后，可能难免会有给自己增加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经过了这2年的一个适应之后，那当然今年大概也是该有一些作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是不是因为也合约年的关系，所以其实让大王这边呢，也是适时该让大家让球团看到自己的一个好的实力，不是像以前一样好像就是在台湾表现得好，但是到日本呢，感觉好像突然之间落差有一点大，然后自己就是有点失望、失落，球团可能也对他不是那么的信心，是不是因为合约年的关系，所以一定要给好的表现？应该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啦。因为我觉得不管未来的一个发展是如何那以博荣的目前的整体的状况的话，也不要给自己就说最后1年，然后可能有想要就要有一个球好的一个表现反而会对他整个一个整个状况上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平常心那除了平常心之外，受伤的一个几率是比较高一点。那就是说现在要去如何去保护自己啦，或者在有机会能够帮助球队建功的情况下就好好把握住。我是觉得当下应该是博荣该做的一些事情